站的鳌头。你了有石字亭啊？哦，迄较长的石字亭，拄仔去迄做樱花宫，有看到石字亭，迄顶悬一只鳌头，鳌头独占的鳌头。你了有石字亭啊？哦，迄是古迹的呢。哦，家人个壁厝的，家人入面家厝的壁吼，连做伙。我这嘛是古迹呢。拢叫讲是这香炉，叫讲是这石字亭，这应该石字亭啦。哦，德化堂的这毋是香炉，这应该是石字亭的。哦，德化堂是古迹的。哦，这应该石字亭的。哦，三级古。台南市德化堂，初一十五都有敲钟108下呢。哦，钟鼓齐鸣，庙公在点香，有敲钟敲3下啊，这是一般的钟磬的钟啊，不是那个大钟。开在纪念其他都看过就可以了。